喺規劃旅遊行程嘅交通時，其實可以利用 Google 地圖嚟到尋找公車線路。而家睇下具體方法。假設你計劃搭乘飛機到台灣花蓮機場，機場可以搭乘乜嘢公車到市區呢？首先，將地圖捲動到花蓮機場，慢慢放大地圖，直至顯示公車圖標。跟住點擊公車圖標，呢個就會顯示出有咩公車同埋目的地，亦都會顯示藍色線嘅公車路線。收到，就係咁簡單。